这平西王啊，折子上面的措辞很是谦卑，但他的意思很清楚，无非就是想让朝廷再给他追加100万两的饷银。朱爱卿，你们说朕是准奏啊，还是不准奏？你们是大清的俸禄，享大清的富贵，这种时候却没人说话了吗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认为不能准平西王的奏。接着说。大清的赋税半号于3藩，已不堪重负。如果准了平西王的奏，那耿精忠、尚可喜2位藩王再加以效仿，那大清的国力就全都耗费在他们身上了。皇上大可直接回绝，有奴才等8旗精锐在，谅他平西王也不敢造次。巴图鲁将军豪气干云呐，下官佩服。不过将军可别忘了，这3藩久居数省，在当地的实力是很大的，且都各拥重兵。这平西王部下将士更多，李自成、张献忠余部个个都是骁勇善战，相对于不答应他们的条件，而让他们起兵造反，皇上，臣以为朝廷多破费些钱粮，倒也算不得什么。他平西王要的岂是钱粮？他领地的官员任免都由他说了算，税收也一直由他自行支配，并无半分上交朝廷。朝廷每年拨给他900万两，他还不知足，如今还要狮子大开口。刘大人，你如此夸大3藩势力，危言耸听，不会是收了平西王的好处了吧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绝无私心呐！行了，巴图鲁和刘侍郎说的各有道理，其他人呢？回皇上，朝廷每年拨给3位藩王的饷银，已让大清国库空虚。况且，臣听闻平西王圈占民田，又借疏河修城，广征官士，更是自铸私钱，人称西钱。而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也在其领地内横征暴敛，私事私税。现如今平西王又要朝廷追加饷银，简直是得寸进尺。但3藩已是尾大不掉，朝廷是软还是硬，都是两难。索图，奴才在。你怎么看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几位大臣说的都有道理。奴才才疏学浅，不知如何应对，但奴才知道一切全凭皇上圣断。臣等一切听从皇上圣断。